倫敦影展的那天，像柏茲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裝走上公壇，他身邊沒有助理簇擁，沒有保鏢開導，只有他自己和一份被折疊好放在手包裡的演講稿。當他站上發言台，開口說出第一句英文時，在場的外媒記者集體安靜了。不是因為他穿得多驚艷，而是因為他的口音流暢自然，帶着一種只有在長期浸潤中才能練出的語感，不是臨時突擊背稿能模仿的節奏。他講了將近5分鐘，從電影產業談到文化共融，中間穿插了幾句法語，轉向觀眾即時又自然地切換回了粵語，像一個在不同頻道之間無縫切換的老練談判者。現場的掌聲持續了大約半分鐘，有人在散場後攔住他問：你在國外生活過很久嗎？他笑了一下說：我沒有，但我兒子在那裡上學。這個回答像一塊投入平靜水面的石子，在隨後的幾天裡激起了層層漣漪。人們開始順着這句話去查 Lucas 的履歷，而那串信息拼在一起後形成的事實，讓所有人重新評估了張柏芝這些年到底在做雜麼。Lucas 的學歷證書是在影展結束後的第3天被公開的，那是一所位於倫敦的大學的學位證明，專業方向是電影研究，副修語言學，成績單上的分數排在前5%。這不是一個普通留學生能輕易達到的成績，尤其是在英語並非母語的前提下。但真正讓這張證書顯得特殊的，不是他的排名，而是他沒有被任何人提前預告過。在過去的20年裡，張柏芝從未在任何採訪中主動提過 Lucas 的學業表現，沒有發過一條關於他考試結果的動態，沒有用學霸或高材生這樣的詞嚟定義過他。他只是在每年9月照常送他登機，在每年6月接他回嚟，然後在其他人問起時輕描淡寫地說一句他船在讀書。那些年沒有人知道他在讀雜麼學校，沒有人知道他學雜麼專業，沒有人知道他的成績排在哪個學校的第幾名。他把這些信息全部收進了一個不對外開放的文件夾裡，直到倫敦影展那天的發言才讓其中一頁曝光。那一頁被展開的時間大約是在他發言結束後的幾小時。照片本身沒有經過修圖或拼接，只是以原始狀態被上傳至網絡。Lucas 的學歷在網絡上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一部分人驚嘆於他的成績，另一部分人開始重新審視張柏芝的教育方式。回顧過去20年的公開記錄，他從來沒有在社交媒體上曬過孩子的作業、成績單、獎狀或任何可以被用作教育成果展示的內容。他只在給少數採訪中被問及孩子近況時隨口提到過他正在準備考試或正在申請某所學校，但從未透露過具體的申請方向或錄取結果。他在那些時刻的選擇是不提供關鍵細節，也不讓那些細節成為公共話題的起點。他留給公眾的是一個不斷被提及但始終缺乏具體數據支持的整體印象。他在認真帶孩子，但他帶得怎麼樣，未人知道確切答案。那所大學的畢業證提供了其中一部分答案，而他被展示的時間窗口，恰好對應着20年前他開始籌劃這件事的某個出發時刻。那個時刻的起點在影展現場被展示時已經無法被精確追溯，他已經被時間複習，形成了新的刻度線。他曾經在早期採訪中被問及對孩子的未來有怎麼期待，他當時的回答是希望他們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沒有在回答中提及任何具體的職業方向或學術目標。那時他的回答被很多觀眾理解為一種通用的、不具指向性的期望，但在倫敦影展之後重新審視這句話時，他被放置在了與之前不同的參照系中，需要用新的標尺來重新測量他的實際範圍。Lucas 自己也沒有在社交平台上發布過畢業信息。他在倫敦影展期間只在後台被拍到一張照片，畫面中他站在張柏芝身後約2步的距離，正在低頭看手機，沒有與任何人交談。那張照片中他沒有任何明顯的表情，既不冷淡也不熱絡，只是站在他該站的位置，完成他該完成的部分。他在學校期間也沒有被同學爆料過家庭背景，
沒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過 Lucas 是謝霆鋒和像柏芝的兒子這樣的貼子，只有偶爾有人提到他好像從來不讓家長來學校。那些片段在當時未有被串聯成完整敘事，但在影展之後，他們被重新翻出來，與那像畢業證放在一起，被當作一種風格的注腳，一種不需要向外界交代，也不需要用標籤來加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站在後台時，視線沒有投向像柏芝的方向，也沒有刻意避開鏡頭，只是處在一條不偏不倚的軸線上，不朝任何一側傾斜。他在那段時間裡沒有因為母親的發言而出現在任何前排位置，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畢業證被公開而發布任何解釋性內容，只是站在那張照片被拍攝的位置上，不在畫面中心，也不在畫面邊緣，不需要因為被拍到而移動自己站立的位置。像柏芝在倫敦影展上的相遇發言被不少人轉載到社交平台，轉發量最高的是他用法語說電影是一種不需要翻譯的語言那一段。有人注意到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視線沒有停留在提示器上，像是那段話他已經準備了一段時間，只是恰好在那天才被孕婦展示出來。Lucas 在影展結束後的採訪中被記者問到你媽媽平時在家會跟你們講外語嗎？他的回答是他會，但他不說是因為想教我們，他只是自己想說。這個回答後來也被單獨截了出來，因為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比表面上的措辭要深。他不是在教，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那些語言，讓他們自然地存在於日常交流中，而不是作為一種被教的內容從外部植入。那些語言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習得的，不是通過教材或課程獲得的。他在說出那段話時，保持着與回答其他問題時相同的語調，沒有因為提到母親而降低或提高音量，也沒有在句尾增加額外的修飾來強調它的特殊性。他的回答像一張已經被檢查過的清單，而邊沒有添加任何批注。他後來在另一段被記錄到的對話中提到，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們說任何語言。他只是在他想說的時候說，然後我們就聽到了。他說話的語氣依然擁持着前一次的幅度，沒有因為話題的延續而增加額外的音調起伏或語句停讀。謝霆鋒在影展後的一次公開活動中被問及 Lucas 的學業，他的回應很簡短，那是他的事，也是他的事，我沒有參與太多。他沒有說我很驕傲或我很意外，只是陳述了一個他所處位置的事實，然後用一句短句結束了話題。他在回答中沒有因為學歷證書的曝光而調整自己的語氣，他回答時的語氣與討論其他話題時的語氣一致，沒有因為話題涉及的是自己兒子的成就而改變措辭或音量。他在那之後也沒有再主動提起與此相關的內容，只是在被追問時重複了相同的句子列構。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視線正落在遠處的一個固定點上，不需要在話題轉移時重新校準目光方向，因為他一開始就沒有把它當作需要持續關注的內容。他後來又補充了一句，他做得比我能想到的都好。這句話的發佈地點是一段短暫的音頻採訪，沒有出現在文字版中，只在少數轉載中被還原。他在補充這句話時語氣也沒有變化，像是在陳述一件他已經確認過很多次的事實，不需要因為他是第一次被說出來而調整音量。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沒有看向鏡頭，只是把視線重新落回他之前注視的那個位置。像柏芝在影展之後回到了香港，繼續他的日常。他在一家商場被拍到買菜，購物車裡裝着幾盒雞蛋、一把青菜和一袋麵包。他列賬時用的是一張普通的銀行卡，沒有 VIP 通道，沒有助理帶路。他在停車場被人認出時側過頭點了點頭，然後繼續往車的方向走。他在被認出時的表情沒有顯露出任何變化，沒有因為那些信息已經被公開而增加或減少他對路人的回應幅度。他把一個20年的秘密藏到了自己準備好的時刻才打開，而打開之後，他的生活節奏沒有被打斷，也不需要因為打開了而重新調整他的步伐和節奏。
他只是繼續走他走過的路，沒有因為那條路的入口被發現了而改變入口的位置和方向。他在後續幾天的行程中仍然保持着相似的時間分配，清晨送孩子上學，上午處理工作，下午出現在他常去的幾處地點。他沒有因為影展後的關注而縮減外出的次數，也沒有因為需要應對更多目光而增加陪同人運。Lucas 在影展後多停留了幾天才返回。他在那段空餘時間裏去了幾家電影院和一間二手書店，買了一本關於歐洲獨立電影的書，書頁邊緣有前一位讀者的鉛筆批注。他在買下那本書時未有在意那本書封面上的折痕是否會影響它的價值，也沒有在購書後確認它的定價是否合理，只是把書夾在手臂下，然後離開了書店。他沒有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那本書的封面或內頁，也沒有在返回後向任何人展示它的內容，只是將它放在了自己的行李箱裏，與其他物品一起被帶回。那本書後來被放在書架與同類型的幾本著作相鄰的位置，不顯眼，也不容易被碰到。書頁邊緣的鉛筆批注在閱讀過程中會被重複看到，但他的視線在批注處停留的時間並不比在正文處更長。他沒有在批注旁邊留下任何回應標記，也沒有用不同顏色的筆來補充自己的觀點，只是讀完了那本書，像他讀完了其他書一樣，沒有在書頁上留下任何記錄。影展後的那些日子裡，像柏茲的生活中沒有出現需要他重新確認的條目。他沒有因為那些秘密已經被公開而重新調整自己的日常安排，也沒有因為需要應對更多的關注而減少或增加自己的行程。他在那些日子裡照常做了早餐，照常送了孩子，照常處理了工作，在傍晚照常走完了那條路線。那條路線上的每一個節點都沒有因為影展後的關注度而需要被更換，他仍然走在同一條路上，經過同一排行道樹，路過同一家便利店，在同一個轉彎處拐向住宅樓的方向。他走完那段路程後進入大門，電子鎖在他身後鎖上，發出了一聲短促的鎖定音。他不需要再回頭確認那扇門是否已經關好，因為他已經聽到了鎖芯歸位的聲音。他已經不需要再回頭確認任何事，因為在出發前他就已經確認過所有需要被放置的部分都已放置完畢。那些被他留在身後的段落不需要重新翻閱，那些被他在頁邊標注過的注腳也不需要再次核對，因為他們在他起身之前就已經被完整收進了對應的章節中。鎖在他身後合上後，走廊的燈在感應到他的經過時依次亮起，然後在他的背影經過後依次熄滅，像一段已經被播放完畢的錄音帶退回到了起點位置，等待着下一次被按動播放鍵。他走完了那條走廊後沒有停下確認任何細節，只是沿着走廊走到了盡頭，然後消失在了那扇門後面。那扇門在他進入後沒有發出額外的聲響，沒有因為被推開的幅度過大而產生碰撞，也沒有因為關門過輕而留下未被合攏的縫隙。它已經被完全關閉了，不需要再被重新打開來確認它是否關好了。影展結束後，Lucas 在那所大學最後一周的某天清晨，站在圖書館門口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沒有人物，只有一扇鐵門和門上方懸掛的校名標識。鐵門的側面在晨光中呈現出一種不規則的反射，門框邊緣有一處已經被磨出了底漆的顏色。它沒有配文字，沒有標記位置，沒有濾鏡，只是在按下快門後將手機放回外套口袋裡，然後推門走進了圖書館。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那一扇門。那張照片後來被保存在手機相冊的一個常規文件夾裡，沒有專門移動至單獨的收藏夾，也沒有被標注上時間標記來單獨標記它的位置。像柏茲回到香港的第4天，收到了一條沒有顯示名字的消息，內容是一張圖片，拍的是那扇校門在清晨光線下的模樣。他沒有回覆消息，也沒有問這是誰拍的，只是看了一眼，確認了那扇門的朝向，然後鎖了屏，繼續處理手邊的事務。那張圖片沒有被他保存，
但也沒有被他刪除，只是停留在消息列表的中間位置，和其他的日常對話混在一起，沒有因為他的特殊內容而被單獨移動到一個新的對話框。Lucas 在離開那所大學前往機場的路程中，穿過了一段距離。他在那段路程中沒有打開手機音樂播放器，也沒有與司機交談，只是坐在後座看着車窗外經過的街景。他看到了一些他曾經多次經過的店面和街道，包括他常去的那家二手書店，店裡櫥窗的陳列已經調整過，不是他第一天到校時看到的樣子。他的行李箱裡放着那本書，書頁邊緣的鉛筆批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也沒有因為被裝進行李箱而新增折痕或污漬。在機場辦理行李託運時，Lucas 走到櫃台前，將行李箱放上傳送帶，出示了登機牌和護照。他沒有在櫃台前停留太久，也沒有與工作人員進行額外的對話。行李箱通過傳送帶的過程中，他側過身看了一眼，確認他已經進入了傳送帶的入口，然後轉身走向登機口。他登機後在座位上坐下來，繫好安全帶，沒有把任何東西從座椅前方的儲物袋裡取出。飛機起飛後，他靠着舷窗，看着地面的建築逐漸縮小，直到被雲層複合。他沒有拍下那個畫面，也沒有在降落後向任何人描述過他在那段飛行中看到的景色。他的行李箱比他早到，已經在行李轉盤上等待他的確認。他找到自己的行李箱後，確認了拉鏈和把手都完好，然後拉着他走向出口，沿着通道走出了到達大廳。